课文41篇，以赛亚书第9章。行伫黑暗中的人已经看见大光，生活伫死荫的地的人有光得照因。你互因的国家强盛，互因大欢喜。因伫你的面前欢喜快乐，亲像在受割的欢喜，亲像在分战利品的快乐，亲像你毁灭米田的军队迄日，你有拍喙因得白的担，讲长因肩头的棍，自压迫者的边，侵略者的军鞋，高着血的军服，拢画做柴烧。因为有一个婴仔为着咱出世，有一个囝赐予咱，伊要负担国政，伊的名要称作贤明的导师，全能的上帝，永在的天父，和平的君王。伊的主权无穷，伊的和平无尽。伊要坐大笔的宝座，继承伊的王国。伊要用公平正义统治，对即时直到永远。万军的统帅上主一定会成全即个事。